次同大家介紹福岡必去嘅海之中道海濱公園，園區面積超大㗎，一定啱晒小朋友放電。俾一個入場費就可以去晒咁多個地方啦，收費仲要好平㗎。不過呢，就要留意返開放時間啦，因為時間都幾緊絕啦，所以今次淨係去咗動物之森同埋兒童遊樂場玩。呢一個戶外嘅鯨魚雲朵跳彈床超大超正，超正喎嗰個。而呢個碧空海豚垂滑梯真係要去玩㗎，加埋呢個日落真係靚到冇得輸。呢個以海豚為主題嘅戶外遊樂場，有長垂滑梯、繩網等等，希希都急不及待要同媽媽一齊玩啊！仲要咁啱呢一日冇乜人，真係超正，包場咁玩。睇埋希希慢慢行上去，再上落嚟先啦。希希 ，Hello， 條垂滑梯真係幾長㗎，超正啊！不過就唔會好斜嘅。OK， 媽媽呢？媽媽都要自己玩一次啊！呢個鐵通嘅短滑梯都幾得意幾正。Hello， 附近仲有得玩千秋啊！希希咁細粒，仲要坐喺安全千秋上面，真係特別搞笑。千秋真係媽媽兒時嘅最愛，睇下媽媽玩得幾開心就知啦。飆飆！地方真係好大啊，仲有好多草地，啱晒小朋友放電。快速去埋個動物之森先，睇住袋鼠媽媽收返袋鼠仔入個袋度，仲有一班袋鼠喺度開餐啊！睇片就睇得多，今次都算近距離可以睇到啊！水豚君啊，慢慢行下行下，好可愛㗎。睇我啊，hello， 再去睇埋黑冠松鼠猴，淨係馬騮同猩猩都有幾個品種。動物之森就唔算好大，所以好快就可以行晒㗎啦。其實仲有馬騮啊、孔雀啊、兔仔啊、天竺鼠啊、紅鶴啊、雀仔啊等等嘅動物，不過就冇整出嚟俾大家睇。土撥鼠啊，好得意啊！最後睇埋啲羊羊，我哋就走啦。幫幫手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 channel 啊！Thanks，subscribe。